再来看这屏东的中地呢，是来传出家庭暴力的事件。这是有一个孙仔呢，伊是长期无头路，而且爱食酒，搁爱跋筊。测是因为甲伊90岁这个阿嬷讨无钱，就安尼起骹动手。这个阿嬷是互伊拍甲带家互病房。即马警方已经帮助这个阿嬷申请保护令。所以阿嬷都不敢跟我们讲，一直去隐瞒，然后一直到这次打得那么严重，才所有事情就是一次都爆发。几啊张相片看到带病院的时代伤势严重，毋但面骨拢是乌青，连骹嘛骨6位的伤痕。代志发生伫屏东中地，张小姐讲，车是半暝啊，伊的义兄搁要向90岁阿嬷讨钱，阿嬷毋互伊，结果发生争执，无想到孙仔失去控制，就对阿嬷起骹动手，甲阿嬷拍到脑出血，落尾带入去家护病房。张小姐讲，这毋是头摆啊。阿嬷就是个身体很好的人，然后早睡早起，每天都骑脚踏车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。因为毕竟他没有真的对阿嬷动手，一直到去年呢，他才有对阿嬷有用毛巾勒脖子啊，赏阿嬷巴掌啊。张小姐表示，义兄住伫阿嬷遐7、8冬啊，伊爱食酒跋筊，佮有食毒的状况，要食毋讨趁，只想要向阿嬷摕钱开，若讨无就大细声，佮会摔物件。阿嬷毋甘孙仔互掠去，就拢无报警。即摆拍甲伤严重，是说决定通报警方，病院志工嘛协助因申请保护令。警察有时候都会来，因为我也不敢报案，因为有一次刚要打电话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会恐吓你们，有一点，所以你们都不敢那个。我也不敢讲啊，几乎都是后面的报警的，不是我报的。遭其37岁孙子张男徒手施暴，造成脑出血及脸部、四肢淤青挫伤。民警获报后立即到场，并依规定侦办，通报相关单位及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。民众若遇类似情形，请立即拨打110报案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已经将姓张的查甫人依照伤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，嘛向法院申请紧急保护令。虽然阿嬷已经出院，屏东县府社会处也会派社工介入协助，持续关心阿嬷的安全状况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